在宜兰有一间连锁大卖场提供开港结束柜台服务，希望时代来到这有人陪因开港。店员也特别经会晓讲台语的，早起佫会送胖牛奶予65岁以上的长辈。业者表示讲，试办的效果若准袂歹，其他卖场也会应进。今仔来买物件，感觉安怎有欢喜无？开钱无欢喜，真诶晓，开钱无欢喜，安尼较食来啊。开钱无欢喜，你较较做。那喊阿伯开港，那讲算笑，这是宜兰连锁大卖场新设的开港结束柜台。这阮家己做的面包客家己做的小点心，试试看。开玩笑，佮大心摕牛奶、面包给阿伯阿姆，是大是拢笑嗨嗨，一直学了足大心。较济所在有较好，很好啊，因为我们喜欢这样聊天啊。真好，第一届真好，真好。如果针对早上来的阿公阿嬷们，就是可能如果血糖比较低，我们会问他有没有吃早餐，然后就可能提供一些面包啊、糖果啊，然后牛奶跟豆奶或是水。卖场讲当初会想要说开港结束柜台，是因为看到荷兰有超市流行这款的服务，后来才甲引入来宜兰试办，希望互结束变做甲老大人温暖的对话，豆豆结束唔免惊后壁有人吹，打造一个友善的卖场环境。店员讲也有较闹火，也有拍一下招呼，我就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方案啦。即马宜兰店是阮这个系统内底，阮第一间店安尼做。若讲伊的示范效果袂歹吼，当然我其他的店买当来这个采取同款的这个模式。卖场讲，伫咧开港柜台服务的员工拢是特别敬贵的，若需要有社会经验，上好佫会晓讲台语，爱甲老大人开讲卫生。卖场佫提供65岁以上的时代免费的配送服务，唔免挂甲大包细包，或是大真肯定。记者陈阿选、郑俊佑、宜兰报道。